观众朋友，较早欢迎收看11月17公视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杨淑晴。新闻开始来看，总统蔡英文甲前行政院长赖清德暂伫蔡英文高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讲台。外界嘛咧约，伫今日上午9点，蔡英文将正式宣布副总统人选就是赖清德。 总统蔡英文16暗伫高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再一遍甲前行政院长赖清德讲台，国家行政院长苏贞昌甲民进党籍的8位高雄立委声势正大，现场的民众也正热情。民进党的第一个竞选总部，经伫咧6岛内面的高雄成立，是一定要甲高雄赢倒来。大家支持的，大家坚持的，就是咱台湾的主权、台湾的民主、甲台湾的自由、台湾的。 新的无来，唔知影旧的好报销，所以咱爱互蔡英文总统连任，互百姓立委拢总连任。讲这边的选举高雄上有指标性，为了要交代民进党的声势，蔡赖两人也再一遍讲台。因讲赖清德伫规场活动，看会出伊的表情甲手势，甲边的人比起来较严肃。就蔡英文有冤家炮火对准高雄市长韩国瑜。 高雄人是不是愿意看到因的市长落跑？高雄人是不是满意现在的市政？高雄人是不是喜欢说大话的政客？伫咧党内初选的代志过了后，蔡赖配呼声愈来愈悬。外界预计伫今仔早起9点，蔡英文会正式宣布副手人选就是赖清德，也互另也更加团结。离大选无到2个月，这么民进党上重要就是。 争取包括独派在内国较侪选票。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不分区立委提名名单伫昨进行中央委员同意权投票，党主席吴敦义以127票顺利过关，但是经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只摕到57票。另外，台湾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嘛针对纳入两党的不分区立委名单提出伊的看法。 国民党不分区靠位前早起进行中央委员同意权投票，下收到第14名的党主席吴敦义，摕到127张同意票顺利过关。不过最后一刻刻入名单的陆委会前副主委张显耀，亲像无收到通知，赶紧赶来会场，却得到被否决的结果，让伊真无奈。同意票只要过半，依照我们的规章，它就是通过，没有说。 每一张票都要同意的，我们不是集权国家，所以你很满意吗？这结果？好来，谢谢。你很满意？我不能讲满意，任何人都不会完全满意。张显耀不会不来报告，也不会不来自我介绍。在这里，我对党中央致歉，再一次，我向党中央来申复。 平汉大众的台南市党部主委谢龙介列入第15名，因其被中央绑架即期，从政党票报吴敦义，所以有考虑退出不分区名单。国民党的不分区名单纷纷扰扰，民众党的不分区名单是还未公布，也毋过却传出新光集团的吴新盈有意抢进。郭文哲证实是伊有意参与政治，家己报名，同时也评论纳入不分区名单。一开始国民党那个是又老又红嘛，后来又改了一阵子。 我说国民党的部分就是觉得跟这个社会有点脱节了。那至于民进党那个就是派系角逐嘛，那个叫派系的那个，我也不知道说分赃了。退出2020总统大选的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积极布局立委选举，再去陪同郭家军、李进英拜票。对于幕僚刘佑东也表示，郭党确实有考虑离事，对此郭台铭做出回应：2020先过了再说嘛。 我昨天有跟蔡壁如通电话，不但不开心，他我们约时间，我今天下午还要跟他的人。过数合作结盟，态势确定。不过民众党部分区名单由郭家军、郭台铭双边对簿行为传出，瓜田也有人报案，郭台铭后人也讲下昼也要甲民众党的人翕相。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今日报纸有报道什么大代志？ 《苹果日报》台北科技大学资工科学生赖志凯，今年7月去美国奥本大学读册，不过开学人却无出现，到现在已经失踪3个月。警察伫10月初10伫阿拉巴马州的一间厝内发现男性的尸体，经过辨识，确认就是失踪的赖志凯。
自由时报，台大病院甲清华大学团队结合人工智慧甲血癌的临床资料，开发出全世界上紧7秒地当知影血癌检体的技术。预计明年会甲美国的医学中心合作进行临床试验，希望会当增加血癌病人的存活率。联合报。公费流感疫苗伫昨开始注射，创下上晚开始注射纪录。高中医学学生纳入第一波注射对象，不过根据疾管署统计，有3成学生无愿意注射，而且年纪愈小，愿意注射比例愈低，医师烦恼恐惊会造成防疫的问题。继续，咱来看香港新闻。香港警察日前进入学校执法，引发争议。目前，香港中文大学的示威者已经离开校园，不过理工大学有学生全面进驻，伫昨暗警民嘛再度爆发冲突。这里是过港隧道的前方，可以看到原本都是车辆通行，现在完全没有车。透过镜头，我们看到旁边的收费站呢，玻璃整个被打碎，而且这个内部完全被烧得焦黑。玻璃碎片呢也洒满了地面，然后往前方再看，可以看到监视器有的被破坏，有的被连根拔起。连接港岛甲九龙重要通道过港磅坑完全拢封起来，路的拢是路洞，车无法度过。香港理工大学学生占领校外2座天桥，也派人伫天桥顶徛扫，看是毋是有警车挖军，甚至是派弓箭手戒备。有学生伫天桥顶待了几落工，要登记抗战。我们这边应该会一直坚持下去的，因为我们这里理工的位置是比较有个怎么讲呢？有个战略的地位在这边。学校外口的路被切断，学校的入口也互学生用各种的路洞挡掉去，人会当出入，也毋过爱检查。因讲，包括警察想要拦入来，一定要注意。我们看一下你的肾，看一下你的腰有没有问题。看一下就好，因为最近有很多卧底是卧底吧？对，他就进来那些就一直起哄。你去校园内面看，只要是本来车会当过路，全部拢蹲路洞，校外物资也一直送入来。有一个所在一个吨汽油弹的半成品，甲学校当作抗战基地。学校内也四月看到乱喷乱画，有一个建筑物的外墙玻璃也破去。学生无希望校园变作战场，也毋过为着要得到港府回应5大诉求，依然坚持要留守奋战。昨暗理工大学外口的示威者向警察弹汽油弹，警察是用催泪弹回击，一直到今仔透3点半才小可较平静。记者综合报道。这回来关心天气，受到轻颱风台凯欧的水汽影响，加上东北季风增强，今日东半部将有局部阵雨。继续来看上新的温度。今日各地日时同款是属实温暖，高温大约伫27至30度，透早低温是17至21度，日夜温差大。轻颱风台凯欧虽然对台湾天气无直接的影响，不过外围水汽顺着风势吹入来台湾，东北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基隆北海岸将有局部短暂阵雨，西半部同款维持多云好天。另外，伫明仔北部的雨势会较明显，未来1礼拜落雨的区域将会集中伫东半部以及华东地区。继续，咱来看到台南市北门区集水溪出海口北边的乡村海岸，因为受到海水冲刷和海岸线倒退、炸风拿消息，危害到乡村地区。地方民众嘛要求相关单位爱赶紧保护海岸。今日伫台南北门集水溪出海口，眼前看到一片的沙滩，但是这原本拢是红拿，而这的红拿，煞因为抵袂过长期的海水冲刷，海岸倒退是真严重。这涨潮开喎，佮爬落来再佮扣落来，扣落来了才跌完就落来啊。打捞的时阵，海水是已经逼近到红拿，甚至连海巡的哨所嘛拢已经无人。就会使证明海岸倒退是真严重。当地民众讲，过去沙洲的海岸大约300公尺长，去年搁伫个100公尺外口，但是今年是已经到下骹。当地民众嘛非常的烦恼。较热，即摆就是刮入来内底，刮有头100外公尺啊，所以这毛风已经拢提含落啊。这嘛较危险啊，咱这无做袂使啊，无做，即摆这算头危险啊。这1、2年来，沙滩流失大概至少有300公尺、300-400公尺以上。我相信这个地方可能到明年台风来的时候，那个整个
冲过去以后，整个我们双村那个部落村落里面可能会造成人命跟财产的一个很重大的损失。对此，主管单位水利署第5号选局是表示，对于海岸的养护，拢有规划甲计划，同时嘛无定期的探测。而针对北门乡村的海岸，近期将会做防护措施来营运，未来佫邀集相关的专家学者来做长期的养护。那初步的工法大概会以离岸浅堤或凸堤部分来做一个妥适处理。乡村海岸北边有北庄溪的出海口，南边有一水溪的出海口，是属于沙洲的海岸，长度有6公里。但近几年嘛，因为西南气流甲海水冲刷的影响，互这片美丽的沙滩美景不在，民众嘛盼望相关单位会当尽速来解决，除了保护海岸线之外，嘛保障人民的性命财产。记者王振훈台报道。中华有一个高中3年的学生，疑似无爱去学校上课，结果学生因爸直接伫外口教示囡仔，引起民众注意，嘛帮忙报警处理。囡仔的妈妈嘛讲，翁婿伫厝内定定起骹动手。中华县社会处表示会协助申请保护令。街仔路有人伫哭，引来民众的注意。原来是一个老爸伫街仔路对家己读高3的囡仔一直拍，因我妈妈拢唔敢去围，敢若徛伫边啊。不要哭了，阿姨带你去报警，乖，不要哭，走，不要哭。就算小朋友不上课，他也不能这样打小孩吧。内心民众看袂落去，带着囡仔来到派出所，因过这当时拍囡仔老爸也到位，摕着手机反收证，也当着警察内面，搁再来出手拍囡仔。甲囡仔袂使安尼拍，你摕棍仔拍哦。我无摕棍仔，我摕棍仔，我是用手甲拍的。啊，你甲拍到遐大，我就看哦。查甫人讲，家己只是教示囡仔，也揭露人嘛机关用事。警方了解，这个高中生进前就捌走学，无去读册。伊老爸啉烧酒了后，就情绪无稳定，某囝定人拍。打不停这样。他会打你吗？也会打你。他说，如果我挡他，他就乱打我。我们关心之后，如果确定真的是过当的话，或许我们会来协助来申请一个保护令。社会局讲，敢若是教师超过，会协助申请保护令。严过教界团体认为，囡仔伫过路上遭受暴力对待，若无到达到教育效果，自尊心也已经受到损害。社会处这边不能够很单纯的说，他这只是管教过当，他们应该要去评估看看那个身心状况，而且他是不是高风险家庭。他如果高风险家庭的话，社工就要定期的去了解家里的状况。教育界团体也认为，应该评估是不是高风险的家庭，并且进行心理的咨询。即阵这个囡仔暂时是交予亲情照顾，而拍囡仔老爸也依法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台北英总进前遇到一对50外岁姊妹仔，两个人因为想要将撩魂消掉，去一间私人的工作室做来路不明的肉毒杆菌，结果身体无爽快，确诊是肉毒杆菌中毒。千万唔通做来路不明的肉毒杆菌。今年6月底，一对50多岁姐妹仔为了消毒胶盆，到台北市某一个私人工作室做肉毒杆菌，结果小妹仔目睭皮压袂起来，也只是出现吞物件困难这症状。前后住院3礼拜才出院，到即马4个月，也只永远无法度正常食物件，干那用插片胃管来灌食。比较可能会发生，就是说你可能用的量太大。或者说你的注射的这个可能像这个案例，我可能根本就是一个密医。受治病例台北英总表示，肉毒杆菌素是一种神经毒素，会引起严重神经麻痹症状。常常看到中毒是因为患者被肉毒杆菌素污染的食物所引起，比如家己做的生的物件、豆干真空包装等等的物件。这几年来，伫医美顶悬，利用伊的神经阻断特性，用注射方式改善胶纹、散面等等。啊，不过卡数注射伤过头，可能会被喘气死亡。去年年底，其实我们就有公布过一起，那一个民众他是到中国大陆去，所以应该是说这是首起是在国内接受这样的疗程而引起肉毒杆菌中毒的案例。疾管署提醒，肉毒杆菌素并不是每一个人拢适合，比如有心或者是适龄中的妇女、有神经疾病患者等等，都无适合来做。而且建议民众爱去有认证的医美机构或者是病院，才有保障，才袂开钱割伤身体。记者综合报道。体育消息。
台湾队礼拜22强棒球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以5-1打败澳洲队，排第5名。虽然无摕到参加东京奥运的门票，不过明年4月6场1的资格赛，台湾队嘛是有机会。中华队伫世界12强棒球赛最后一战败6强斗伫东京巨蛋球场对上澳洲队，由女美选手吴志伟担任先发投手3局下，中华队王胜伟促成球上垒了后，佫靠着高伟杰、王伟成的连续安打，互中华队先提分，以1-0领先澳洲队。6局上，中华队换投手由林凯威接手，伊出局了后，互澳洲队威着攻出中正换药方向阳春红不让，澳洲队也将比数略成1-1平手。8局下，中华队展开攻势，甲东华摕到4拍球补上，高伟杰、王伟成连续安打，先提超前分刷落来，林德山攻出3分，红不让将差距扭开到5-1。中华队最后就以5-1打败澳洲队，战绩2胜3败，确定伫本届比赛排名第5，无缘第12强抢下东京奥运门票，这会当靠明年4月进行的6场以奥运资格赛前进奥运之路。中华队教练安义中表示，这摆只拍到6强，伊要向大家回息咧，无条就是拍拼无够，也爱阁加油。伊会向中执会长吴志勇提出辞呈，任务就到这个所在，由因做裁决。记者综合报道。今年7月，政府加重处罚啉酒塞车的人，高雄到连锁的便当业者甲警察合作，因80万个宣导唔通啉酒塞车的便当盒仔，希望有提醒的效果。民众买便当发现，便当盒仔顶悬唔是便当店的名，而是啉酒开车宣导标语，提醒消费者啉酒开车一摆罚款，有够食一年的便当。觉得是蛮特别的，因为毕竟其他便当盒上面是没有这样子的东西。政策是不错，对，就是说这些业者，然后可以跟政府然后有些合作的话，那可以让大家比较平常可能希望看得到，或不能他吃饭的时候也可以看得到。啉酒开车罚偌济钱，换算成逐工食便当的钱，互民众真有感觉。业者讲，今年7月，啉酒开车加重罚则上路，敢若机车罚上轻15000，就接近365天拢买一个便当的费用。搁较何况汽车累犯会当罚12万，有够一年来逐工买3个100块便当，所以家己提钱用80个便当盒仔替健康服务，也提醒消费者。一直在思考如何宣导民众不要酒驾来替他们节省荷包。那我们高雄市的某知名的便当业者知道我们有这个构想啊，他就主动免费帮我们提供印制。我们印制这个便当盒大概印制了80万个，那成本的话，大概每一个便当盒都会增加1块钱左右的成本。警方表示，高雄今年初地啉酒开车件数已经比去年同期加2趴，而且违规中有4成是累犯。根据警政署统计，台湾就半年啉酒开车死亡人数也比去年同期增加1倍，显示有望民众疏忽这个严重性。希望透过伫生活中大胆宣导，让更较侪人警觉。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政府统计，1个一休制度开始实施了后，若是公车司机会当卖加班来算，也阁欠1000外的人。台北市府是表示会拍拼将人留落来。线上挂着彩带接受颁奖的网友票选人气司机员，拢是服务20年以上的资深驾驶。因讲做这份工作上重要就是有服务的热心。时间很长，时间真的很长，1天24小时。起码12个小时在工作，车子又多，机车又多，那整路就是塞这样。现在路况都是这样。落雨复杂工时长，全台公车司机长期处于欠人的状态，以台北市为例，若讲以每一个司机拢会当一礼拜休2天来算，也欠1200人。北市府表示，日前已经配合中央政行政安大客车征才，另外也辅导业者招募一礼拜休2天，也毋过薪水较少的司机，弹性排班来解决问题。总共办了3场的那个征才博览会，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驾驶其实它是有进也有出啦。那我们7到9月的部分，目前我们统计完是那个正65，就是有增加了65位的驾驶。学者分析，大客车总价真悬工时长，薪水相对无够悬，劳动条件有待改善。政府会当思考，敢是以调整票价来提升产业。要去思考，要维持低票价呢，
还是要用补贴的预算来补足我们业者的营运上面的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环境。对大客车欠工问题，公路总局表示，今年中起推出的大客车驾驶扩大征才就业安心方案，补助包括教训费用甲受训生活津贴，都是希望帮助业者留住人才。目标3年招募600名大车驾驶。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凤山溪是污染真严重的河川，因为水头工厂真侪，真歹对閘。高雄市环保局最近就用空吸机、LED 地下畅水系统等工具，2个月来查到18件的污染案。摄影镜头入去光线到动深的所在，终于看到接伫遮的太高水，并且确定水是来自倒一间工厂。高雄市凤山溪污染严重，环保局再度开发新工具，将亲像大灯镜的正盲系统起来翕排水光线，是把那个设备探进去，探到是这股水是从这家工厂出来的。哦，那这家工厂出来，我们就很明确。这是顶个月民众通报的溪水污染，新的正盲系统果然帮忙抓到食品甲水产工厂偷排废水，但除了污染发生以后追查源头，环保局最近嘛用空拍机主动巡查科技工厂，抓到非法排放强酸。业者他好像要搬迁了，那搬迁我们就都透过空拍机去跟拍，看他搬到哪里。搬到某一个区域，那后续我们就会针对那个区域再来进行相关的一个监控。新工具帮助环保局伫2个月内查到凤山溪18件污染，其中4间工厂因此互停业。不过地方认为顶油工厂真多，污染也是一直有。60%-70%，他们的工厂的污后都是直接对着凤山溪，所以他们如果偷排的话，我们也很难去发现。立场分析，足侪小型工厂无污水接管，嘛无排放许可，发生污染，害环保人员死过重。希望市府专门清查点油的工厂，要求因设置合法排放系统。记者王家川、大亨坤高雄报道。印度国家首都区因为附近的农民烧茶草，致使空气污染恶化，达到危害的程度。当局宣布学校停课，实施车辆限制政策，希望会当改善空气污染的现象。规个城市敢若雨雾大条咧，亲像伫真大的毒气室内底。印度首都世界包含德里甲新德里，因为人均省份的农民烧长拐打草的原因，造成空气污染全面恶化。空气品质指标 AQI 一度超过460，达到危害等级，是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空气污染标准的9倍。为了保护囡仔健康，新德里政府宣布10、15、2天学校停课。दिक्कत तो है बहुत ज़्यादा। मेन चीज़ ये देखने को मिल रही एयर पॉल्यूटेड है इतनी, उसके बाद भी काफ़ी सारे लोग मतलब मेजॉरिटी में लोग जो हैं वो मास्क नहीं पहन रहे। 16早起天顶看起来甲过去比较虽然较清朗一寡，不过空气品质依然维持在危害等级。चश्मा अगर उतार के चलो तो आंखों में जलन सा फील होता है, इसलिए बड़ा मुश्किल है, खास तौर पर तो बच्चों के लिए। समझ में नहीं आ रही गवर्नमेंट इसके बारे में तो कुछ कहती नहीं है। 印度气象局讲，因为气温甲风速降低，造成空气中的油的葡萄粉无度散去，所以讲前几天空气品质是真歹。不过拜六开始，空气品质稍微较好一寡。आज तो थोड़ा बेहतर है पहले से। पहले बहुत ज़्यादा पोल्यूशन हो रहा था, चारों तरफ सांस में तकलीफ हो रही थी, गले में इन्फेक्शंस और आँखों में इन्फेक्शन, बहुत सारी दिक्कतें सामने आ रही थी। अभी हवा चलने के कारण थोड़ा पोल्यूशन हट गया है। 首都区协护军的旁遮普省这农业省，长期以来农民烧农业废弃物问题无度解决。旁遮普省政府已经讲会尽力提供机器协助农民清除田内底长拐甲打草，也继续实施单向的车辆限制政策，希望小可改善空气污染的现象。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受到轻度风台开乌的水汽影响，加上东北季风增强，今日东半部有局部阵雨，民众若是出门爱记早雨具。继续来看今日各地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9度。中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30度；南
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9度。华岛地区上低19度，上悬26度。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苏晴，咱再会。